Raven Channel 大題小做。廣告呢有分為線上同埋線下。首先講線下廣告 BTL。除咗廣告代理商能夠從媒體媒介獲得佣金嘅線上廣告之外嘅各種廣告形式，都係線下廣告。線下廣告嘅類型包括促銷嘅廣告啦、購物點嘅廣告啦、直接郵遞嘅廣告啦，仲包括舉辦展覽會同埋發起某啲主題活動，以及各項嘅促銷活動等等。線上廣告注重品牌形象嘅建設、品牌價值嘅灌輸同埋塑造品牌嘅推崇度，呢啲都需要時間去累積嘅，屬於中長期嘅回報。相對之下呢，線下嘅廣告呢更加着重於即刻嘅反應、即刻嘅效益，成敗嘅衡量完全取決於消費者當場嘅第一反應。線下嘅廣告本身就係一個好有強烈侵略性嘅銷售行為，要求就係狠、具有殺傷力嘅行銷手段 offer。第二呢，就係要快，具有時間性嘅行銷時間係好 urgent 嘅。第三，準，具有針對性嘅行銷目標。線下嘅廣告呢，能夠把握到市場嘅反應同埋分析，直接、快速同埋精準。喺執行方面呢，就係線下同埋線上廣告喺製作上邊具有好多嘅共通點，例如對美學嘅追求啊、消費者心理嘅掌握啊、製作工藝嘅精細度等等。但係線下嘅廣告呢，因為佢複雜多變嘅環境而需要具備更廣泛嘅製作要求條件，譬如話係店內嘅銷售點設計啦，除咗材質、距離、體積等等，仲需要講求對人體工學、空間設計、光學，甚至對人體感官，即係聽啊、聞到嘢啊、睇到嘢啊、掂到啊，同埋味覺呢啲等等嘅5種元素呢嘅總體刺激。另一個呢，就係線上廣告，叫做 online 廣告，亦都可以話呢係ATL。線上廣告係指廣告代理商能夠從媒介獲得佣金嘅廣告形式，亦即係話咩呢？線上廣告定義主要集中係喺傳統嘅4大媒體，例如係電視、報紙、雜誌同埋廣播，仲囊括咗包括戶外啦、互聯網等等不斷湧出嘅新型媒體，即係例如係小巴士、的士上面嘅電視機啊，咁嗰啲都係屬於呢，即係呢隻線上廣告嘅。